夏季气温炎热，这时若来上一碗冰，马上消暑透心凉。人气名店全伟家今年夏天很客家，特别推出了4道蕴含浓浓客家元素的产品，像是猫里红茶钻石冰杯、6卡擂茶罗雷面包、客家草仔胖，将客家文化转为创新的味觉体验，翻转一般民众对于客家饮食的刻板印象。基本上客家菜大家的印象呢，就是4闻4炒，其实是咸食啊，大家想的大概是油咸香的味觉。但是其实客家的甜呢，是属于节庆，就是非常开心的心情哈。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全伟家来进行合作，我们推出不同的款式，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客家呢也可以是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像走这个冰杯啦，还是冰淇淋啊，都可以让大家尝到不一样的客家滋味的呈现。为了呈现客家好滋味，全伟家创办人李玉特别跑了趟客家369找寻食材。客家369就是以台3线跟6堆文化，然后还有台9线下去找寻食材，然后把它幻化成不管是冰杯，然后意式冰淇淋，我们把它做成像客家的汤圆，那包含面包的运用。世界杯面包冠军师傅吴子敬也为这次的活动推出客家草仔胖擂茶罗雷面包，将客家精神揉进面团中。那我们就是把那个擂茶融到那个我们里面这个奶油馅当中。很传统的，其实它在台湾应该是很多人的儿时的回忆。我小时候其实也蛮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尤其是里面那个巧克力奶油。那我们这次就利用了一些那个客家的食材，把它做成甜的。全伟家今夏很客家系列产品，从即日起至9月18前，在全伟家4间门市限期推出，喜爱甜点冰品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